最近當到嘅節期出皮，苗栗人文化資產教材辯護嘅文史工作者王定聰，投入人類文史資料調查32年，是出版過當多有關苗栗嘅史跡順利、開拓史和古圖相關嘅書，對苗栗嘅地方文史工作有當大貢獻。對老朋友來講，也理解點點講準山脈特殊嘅學習方法。做一道有關苗栗嘅史苗、300人從苗啊，每站苗詳細做嘅調查工作，也嘅無咁簡單。所以講，佢係實實在在一步一腳印去做一個苗栗地方文史工作嘅一個真正有貢獻者。王定聰先生少年講，以前我先前從事文史研究，時才係發現。行業傳承兩隻兩位已經有當多嘅專家都喺做咧，所以佢就將重點用到研究地方嘅文史小説。先講小説資料過程當翻查，我做一本向前了解家鄉嘅歷史，呢一點對王先生來講重要性很難過。整理出客家人第一個地方過去300年的。佢奉獻嘅精神加嘅體力加嘅精力也好，所以研究講呢，讓後代世代子孫啊，了解過去嘅先民客家先民，讓那個建商愛惜嘅開拓一個地方。回顧32年來嘅研究過程，王先生基於最想係感謝人，社文學家來講之類鼓勵老支持。所有啲嘢呢，其實完全就完全講冇嘗試啦，就能夠講出來。所以多人人民呢變到良善，變到忘年之交啊。其實講佢也有講，有客家文化，所有都是按忘嘅哈，慢慢地去做，真能夠展現出來。兩百許多行政長客委會嘅肯定，拿到嚟客家文史類傑出新抽獎，除了感謝各界嘅肯定。也希望繼續嘅學校哈拿島和客家文史嘅朋友，共下投入兩隻兩位，幫哈拿島人認識客家。客家新聞中心苗栗報道。